我身後嘅呢一條 Granville Street 喺世界盃期間改造為行人專用區，大受歡迎。嚟緊市府仲會將佢延長至9月7號勞動節。星島今日就帶大家睇下呢一條五光十色嘅 Granville Street 係點樣演變成而家嘅娛樂區。你知唔知道原來溫哥華差少少就係叫做 Granville？Granville 呢個名係嚟自 Granville Levison Gower， 佢係19世紀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。當時加拿大仍然屬於大英帝國殖民地，因此佢負責管理包括加拿大在內嘅殖民地事務。不過本地嘅居民唔會咁樣叫呢個地方，反而會叫做 Guest Town， 因為鎮上最受歡迎嘅酒吧嘅老細就係出名嘅 Gassy Jack。直到1886年 Granville 正式升格為城市，但係當時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希望新城市有一個更加具知名度嘅名字，有助招商同發展港口，因此就採用咗探險家 George Vancouver 嘅名啦。20世紀初，隨住劇院文化興起，Orpheum Theatre、Capitol Theatre 同埋 Commodore Ballroom 等表演場地相繼落成， Granville Street 逐漸成為溫哥華嘅娛樂中心，因此獲得咗 Theatre Row 嘅稱號。要去睇電影、歌舞劇、音樂會就會嚟 Granville Street， 因此喺街上面亦都開始聚集餐廳、酒吧同埋酒店，形成咗最早嘅娛樂區。Orpheum Theatre 係 Granville Street 現存最具代表性嘅劇院，喺1927年開幕，而家係溫哥華交響樂團嘅主場，每年仍然有幾百場嘅演出。大家或者會聽過紐約 Broadway 嘅別稱 Great White Way。1950年代嘅 Granville Street 有大量劇院，亦都帶嚟大量嘅霓虹燈，係其中一個加拿大霓虹燈最集中嘅地區，因此都有 Great White Way 嘅美譽。意思係入夜之後，成條街光到好似日頭咁。不過 Granville Street 亦都曾經經歷低潮。1971年 Pacific Centre 商場開幕，大型百貨公司同零售店搬入室內商場， Granville 嘅街鋪開始失去人流。租金下降之後，空置嘅店面租咗俾脫衣舞俱樂部、成人書店、成人影院同埋當鋪等。Granville Street 一度成為成人娛樂區。到咗80-90年代，溫哥華市政府希望集中管理夜生活，減少其他住宅區噪音投訴，同埋帶動市中心嘅晚間經濟。於是政府就將大量酒牌集中批咗俾 Granville Street 嘅酒吧，並延長酒吧嘅營業時間。大量嘅劇院亦都改造成夜店。於是 Granville 就開始由劇院街變咗做夜店街。嚟到近年，為咗迎接2010年嘅冬季奧運，溫哥華再次大規模翻新 Granville，唔單止係改善街道外觀，而係重新定位 Granville為旅遊地標。喺2025年，市議會更加係通過新嘅20年發展計劃，希望將 Granville打造成一個兼具文化、藝術、餐飲、表演同公共活動嘅全天候娛樂區，同時改善治安，增加步行空間，俾佢重新成為市中心最具活力嘅街道。我會話 Granville Street 俾我嘅感覺呢，就好似喺香港提起夜店、酒吧就會諗起蘭桂坊咁。你又有冇去過 Granville Street 一啲有趣嘅鋪頭呢？留言話俾我哋知啦！想知道更加多溫哥華嘅資訊，記得讚好同訂閱星島溫哥華嘅 YouTube Channel。